各位朋友，今天我要谈一个常见却常被忽略的问题。许多长辈腿力并不差，能自己起身走上一段路，甚至还能做深蹲或抬腿运动。但真正麻烦的是，一旦需要快速转身、回头，或者走在草地、石板路上时，却常常心头一惊，觉得不稳，甚至差点跌倒。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往往比真正的跌倒更可怕，因为它会夺走自信，让人不敢出门，不敢参加原本喜欢的活动。很多人以为解决方法就是再多练腿，多做肌力训练。但在我30多年的临床经验里，我看到太多病人虽然腿力很好，却依然常常不稳，甚至因为转身或夜间起身而跌倒。这不是因为您做错了运动，而是因为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平衡不只是肌力，更是脑角讯号的品质。您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套沟通系统，腿部肌肉就像强大的喇叭，能发出声音，但如果大脑传来的讯号充满杂音，音乐就不会清晰。换句话说，即使腿力很强，如果大脑与脚底、耳朵之间的讯号传递不稳定，身体依然会晃动，甚至突然失去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只练腿仍然不稳的真正原因。朋友们，我是李建华医师，从事内科临床超过30年。这些年来，我陪伴过无数长辈，看见他们因跌倒而骨折、住院，甚至因此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作为一个老医师，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平衡可以训练，而且任何年龄都有改善的空间。真正的方法不是盲目加强肌力，而是同时训练脑角讯号，让3大平衡系统重新恢复协调。在影片的最后，我会分享一个简单的小秘诀，让您在日常生活中马上就能应用，降低跌倒风险。请一定看到最后，不要错过。在开始之前，我要邀请您先做一件事。如果您希望得到更多实用的健康提醒，请现在就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同时告诉我您觉得这个主题有帮助吗？如果有，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您的回馈会帮助我为您准备更符合需要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拆解3个最常见的误解位。什么很多人一直以为自己腿力够就能走得稳，却在现实生活里反复遇到危险。在台湾，许多长辈常说，我每天都有运动，腿力不错，应该不会跌吧。但在临床上，我一次又一次发现这种想法存在3个常见的误解。正是因为这些误解，很多人一直忽略了真正的风险。第一个神话，只要腿力强、平衡就稳。许多人以为多做深蹲、抬腿运动就能完全避免跌倒。肌力确实重要，但它只是平衡的一部分。真正的平衡还需要大脑、前庭、脚底、感觉共同协调。如果只训练腿而忽略讯号传递，效果往往有限。第二个神话，看得清楚就能站得稳。视觉是平衡的重要来源，但研究显示约有70%的平衡讯息来自眼睛。问题是，当我们夜间起身、快速转头或走在光线不足的地方时，视觉会失效。此时，如果其他系统没有经过训练，跌倒风险仍然存在。第3个神话，年纪大了就一定会不稳。这是一种最消极也最常见的想法。确实，随着年龄增加，反应速度与感觉敏感度会下降，但大脑仍然有神经可塑性，能学习新的动作与路径。换句话说，不稳不是命运，而是缺乏正确的训练。朋友们，这3个神话看似合理，但缺乏完整的医学证据支撑。
正是因为这些误解，许多人虽然每天努力锻炼，却依然在转身回头走不平路面时心一惊。熟悉的运动方式，并不代表就是安全的方式。接下来我会带大家看看科学研究揭示的真相平衡背后，其实有3大系统共同作用，而真正的不稳往往是因为讯号失真或失调，这一点才是我们要关注的核心。当我们谈到平衡，其实背后是一个多系统的合作，大脑必须同时处理来自3个来源的讯号，并在短短1秒钟内完成判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延迟或杂讯，就可能导致不稳。第一，视觉系统，眼睛提供了约70%的平衡讯息，它告诉大脑地面在哪里，身体相对于空间的位置。但问题在于，一旦光线不足或转头过快，视觉讯号会大幅下降，其他系统必须马上接手。第二，前庭系统，位于内耳的前庭器官，就像人体内的小型陀螺仪，它能感知头部的旋转、倾斜与加速度，并即时告诉大脑身体的方向。当这个系统退化或敏感度下降时，常见的感觉是转头就晕或转身时身体漂移。第三，本体感觉系统，这是一张分布在脚底、关节、肌肉的感测网路，它不断回报压力在哪里，重量怎么转移。这些讯号是大脑判断平衡最直接的依据。糖尿病或周边神经病变患者，往往就是因为这一套系统退化而变得容易失稳。临床研究指出，真正的平衡问题多半不是因为单一系统失效，而是讯号再加权的能力下降。这个专业名词的意思是，当一个系统出现杂讯，例如黑暗时视觉失效，大脑应该自动提高其他系统的比重，前庭、本体感觉。如果这种自动调整速度不够快，就会出现晃动甚至跌倒。所以您现在明白了吗？许多长辈腿力很好，却在黑暗、转身或不平地面时仍然不稳，原因正是脑脚之间的讯号传递与整合出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只做深蹲，并不能真正解决平衡的本质风险。接下来我会带您看看这些讯号问题会在什么样的日常情境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朋友们，很多长辈来到诊间时都会说，我走路没问题啊，就是偶尔会心一惊。其实这些偶尔背后正是高风险情境，只要出现在对的时间点，就足以造成跌倒。以下是最典型的几种。第一，快速转身或回头。当您在走路时突然听到有人叫，就立刻回头。这一瞬间视觉讯号会短暂中断，大脑必须迅速依靠前庭与本体感觉来维持稳定。如果切换速度不足，就容易出现身体漂移或摇晃。第二，走在不平的地面，草地、石板路、旧社区的人行道，甚至家里铺设不均的瓷砖，都会增加脚底压力讯号的杂音。当大脑接收过多不一致的讯号时，判断就会变慢，导致步太不稳。第三，夜间或光线不足的情境。很多跌倒意外发生在半夜起身上厕所时，这时候视觉讯号几乎消失。如果本体与前庭未经训练，就像在黑暗中失去导航，很容易重心偏移。第四，狭窄或复杂的环境，例如超市通道、家中摆放过多家具的走道，当路线需要频繁转向或必须闪避障碍物时，讯号整合的速度就会被大幅考验。临床经验显示，许多长辈跌倒并不是因为腿软，而是在这些高风险情境下，大脑切换不及，导致重心失控。也就是说，真正危险的不是平常走路，而是那些突如其来需要快速调整的时刻。那么，
您或您的家人是否也常遇到这些情境呢？您最容易觉得不稳的时候是什么？是夜间起身在草地行走，还是回头的瞬间？请在留言区分享经验，或许您的故事能帮助到其他人找到共鸣。接下来，我想带您听听专家的观察与研究，他们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只练腿力仍然无法真正避免跌倒。在医学界，对于平衡的理解已经相当清楚，许多研究与临床经验都指出，跌倒风险不只是腿力的问题，而是多系统整合的能力。如果把平衡拆解开来，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平衡等于肌力乘感觉，整合乘反应时间。首先，肌力是基础，它决定您有没有能力支撑身体重量。这一点，大部分有运动习惯的长辈现并不差。第二，感觉整合才是决定性的关键。大脑必须及时整合视觉、前庭、本体、感觉3种讯号，任何一个系统延迟，整体表现就会打折。第三，反应时间则决定了大脑能多快把讯号转换成动作。如果反应慢半拍，往往就来不及修正重心。在临床会议上，许多物理治疗师与内科医师都一致强调，单纯加强下肢肌肉虽然能改善起身与行走的效率，但无法彻底解决突然不稳的问题。原因在于，真正让人跌倒的不是走直线的时候，而是那些突发的变化，例如转身、回头或光线变暗。这些时刻需要大脑完成讯号再加权。如果没有经过训练，任何人都可能失去平衡。根据欧美与台湾的流行病学研究，即使在腿力测试合格的长者中，仍有高达1/3的人在1年内经历过跌倒。这说明了肌力足够，并不等于平衡安全。而那些有训练脑角讯号的人，跌倒率则明显下降。所以，当有人告诉您只要多练深蹲就能避免跌倒时，这只说对了一半。真正完整的做法是在肌力训练之外，加入专门设计的感觉挑战，与讯号再整合练习。这正是很多长辈一直没有做到的部分。朋友们，了解了专家的观点之后，我想带您看看一个真实案例。这是一位我亲自照顾过的病人，他的故事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为什么腿力不差，仍然会在生活中反复出现不稳。在我的病人之中，有一位案例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张先生今年62岁，住在台北，是一位退休工程师，外表看起来相当健康，平时也常去公园散步，偶尔还会打太极拳。从体力来看，他的腿力完全没有问题，起身轻松，走路速度也不慢，甚至还能提足1袋米上楼。然而，他真正的困扰却不在于走不动，而是走得动却不稳。他告诉我，自己最怕的时刻是在人多的市场或公园里，突然有人从后面叫他，他一回头，身体就晃了一下，差点摔倒。还有一次，他陪孙子到草地上玩球，才走几步就觉得脚下不踏实，心里冒出强烈的不安全感。张先生说，他其实每天都有做运动，除了走路，他还在家里练抬腿和深蹲。因为大家都告诉他，腿力强就不怕跌，但他心里很疑惑，为什么自己腿不弱，却还是常常心惊。在门诊检查时，我发现他的肌力测试表现正常，血压与心脏功能也控制得不错，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平衡测试上。当我请他闭上眼睛原地踏步时，他不到10秒就开始明显偏向一边。当他尝试走在狭窄的直线上时，步伐摇晃得非常明显。这正好印证了一点，不是腿不行，而是脑角讯号的整合出现落差。听完解释后，张先生非常惊讶，他说：医师，我从来没想过
问题不在腿，而在脑子怎么跟脚沟通。这份震惊正是许多长辈共同的反应，因为我们一直被教育要多练腿，却很少有人提到平衡还需要大脑的协调。朋友们，张先生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看起来很健康，腿力很好，如果脑角讯号没有被训练，仍然会在日常生活里遇到危险。那么，究竟哪些人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又特别需要提高警觉呢？张先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腿力好并不代表平衡就一定稳。事实上，有一些族群比其他人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不稳，甚至跌倒。这些人需要特别留意，甚至在练习之前，最好先咨询医师或治疗师。第一，高血压、心脏病或肾脏病患者，这些人需要严格控制盐分和血压，药物常常会影响血流动态。当脑部和前庭一时无法适应血压变化，就会出现晕眩或不稳的情况。第二，糖尿病或周边神经病变患者，糖尿病会让脚底的神经感觉迟钝，本体感觉讯号减弱，即使腿力正常，脚底没有及时回报压力位置，大脑也难以及时做出正确判断。第三，有前庭功能障碍或晕眩史的人，例如梅尼尔氏症、内耳退化或长期有晕车、晕船经验的人，这些患者在快速转头或环境改变时，特别容易失去平衡。第四，中风或帕金森氏症患者，这些疾病直接影响大脑对动作的控制与反应速度，即使肌力不差，大脑下达的指令也可能延迟，导致身体来不及修正重心。第五，多药并用的长者，降压药、镇静安眠药、抗忧郁药都可能在夜间或起身时造成血压骤降与反应迟缓，这也是许多长辈半夜跌倒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六，年长者本身，随着年龄增加，感觉敏感度下降，加上慢性病累积，脑角讯号协调速度自然会减慢。如果再遇到光线不足或地面不平，就特别危险。朋友们，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属于这些族群，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天然不等于安全，传统也不代表正确。不管您过去是否跌倒过，只要属于高风险群，就需要更积极检视自己的平衡能力，并寻求医师的建议。接下来，我要带大家放大到社会层面。其实，不稳与跌倒不只是个人的困扰，而已经成为台湾高龄社会的一个重大健康问题。朋友们，跌倒问题不仅是个人的困扰，更是整个高龄社会的重要挑战。在台湾，随着65岁以上人口快速增加，平衡不稳与跌倒已经成为影响长辈生活品质与医疗资源的重大议题。根据卫福部统计，每年台湾约有超过25万名长者因跌倒就医，其中超过4万人需要住院治疗。跌倒是造成长辈意外死亡的第一大原因，也占了骨折、头部外伤的最大比例。更令人忧心的是，跌倒后的1年内，约有2成患者生活功能明显下降，需要依赖他人照顾。这不仅影响本人，也大幅增加了家庭与社会的照护负担。另外，研究显示，即使没有真正跌倒，反复的不稳感本身就会削弱长辈的自信。很多病人告诉我，他们因为害怕跌倒，渐渐不敢出门，不敢参加社区活动，甚至不敢抱孙子。这个种活动限制会导致肌力进一步下降，社交孤立，情绪低落，最后形成恶性循环。国民健康署的调查指出，台湾长者中有将近1/3的人在过去1年至少有1次跌倒经验，而65岁以上长者的跌倒率比50岁族群高出将近2倍。换句话说，随着年龄增长，跌倒
几乎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公共健康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不只存在于少数体弱者，而是广泛影响到一般看似健康的长辈。很多人像张先生一样，腿力并不差，但在市场、草地、夜间、起身等场景仍会出现危险。这说明了，如果我们只强调运动要练腿，而忽略了脑脚训号训练，整体社会的跌倒率将难以改善。朋友们，当这些数据摆在我们眼前时，答案已经很清楚：平衡不稳是台湾高龄社会的隐形风险，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政策都不能再忽视。那么，如果问题普遍存在，我们能不能看到希望？有可能透过改变，让长辈重拾稳定与信心？接下来，我会带您回到张先生的故事，看看他是如何逐步改善的。还记得台北的张先生吗？在门诊检查后，我为他安排了一套以脑脚讯号为核心的平衡训练，而不是单纯增加腿部肌力。起初，他也半信半疑，觉得自己每天都走路，怎么还需要这些奇怪的动作？但他愿意尝试，因为他实在不想再被突如其来的不稳吓到。第1周，我请他每天在厨房的流理台旁练习闭眼、原地踏步。一开始，他不到10秒就明显偏向一边，需要立刻扶住台面。他很沮丧，觉得自己退化太快。但我告诉他，这不是退化，而是大脑正在被迫醒来。于是他坚持每天练习1到2次。第2周，他开始尝试后退直线走，在坚固的墙边，他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往后移动。刚开始不到3步就重心不稳，但几天后，他能走完整个走道，还能边走边轻，扶墙壁，脸上渐渐露出笑容。3周后回诊时，他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已经敢和太太一起去市场了。以前最怕的回头瞬间，现在虽然还会觉得挑战，但已经不至于整个人晃到差点摔倒。他说：“医师，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找回了脚底的力量。”3个月后，张先生的平衡测试明显进步。他能在闭眼状态下连续踏步超过20秒，走在狭窄直线上的稳定度也大幅提升。他太太在旁边补充说：“现在出门不用一直拉着他，我也安心多了。”朋友们，这就是改变的力量。张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年过60，即使腿力看起来不错，只要脑脚训号没有被训练，就仍然存在跌倒风险。但只要透过正确方法，平衡是可以被重新训练的，而且改善的速度比您想象的更快。那么具体要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像张先生一样，把不稳转变成踏实？接下来我要分享3个任何人都能立即开始的实用方法。朋友们，经过这么多案例与数据，我想您心中一定在问，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改善平衡？答案并不是放弃传统运动，而是在肌力训练之外，加入专门的脑脚讯号练习。以下3个方法是我在临床上最常建议的实用方案。第1，闭眼原地踏步，每天找一个安全的环境，例如厨房、流理台旁或狭窄走道，先睁眼踏步20秒，再闭眼练习4到6步。这个动作能迫使大脑启动前庭与本体，感觉改善看不到时的稳定度。第2，后退直线走，沿着墙壁或柜台慢慢一步步后退，尽量让脚跟对脚尖。这个动作能同时训练核心，控制与脑部协调，让身体在狭窄不稳环境下更能快速反应。第3，头部转向挑战。当您熟悉前2个动作后，可以尝试在踏步或后退时，缓慢转头向左、向右，这会加大前庭的参与度，提升大脑在复杂情境下的整合能力。请记住，这些练习并不是要挑战极限，
而是要有规律、短时间反复刺激，每天3、5天，每次只要几分钟，就能逐渐重建脑角的沟通路径。那么该如何开始呢？我给您3个立刻可以做的行动。今天就检视环境，清出家中一条安全走道，移开容易绊倒的物品，确保练习时有墙壁或桌面可以扶。分享影片与知识，把这些方法告诉家人或朋友，让更多人知道平衡不只是练腿。明天实际开始，从闭眼踏步10秒钟开始，不需要多，只要行动，脑部就会开始学习。朋友们，跌倒不是命运，而是可以预防的结果。当您愿意每天花几分钟练习，您就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做投资。接下来，在影片的最后，我会帮大家整理今天的核心讯息，并送上一个小秘诀，让您更容易把这些方法融入日常生活。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平衡背后的真相，您应该已经明白，跌倒并不是因为腿力不足，而是因为大脑与脚之间的讯号酶有被好好训练。真正的稳定来自激励成感觉整合成反应时间的共同合作。我想再次强调，年龄不是住定会不稳的理由。大脑拥有惊人的可塑性，只要给它正确的刺激，就能学习，就能建立新的神经路径。即使60岁、70岁，也依然可以让自己更稳、更安心。在这里，我答应过要送给大家一个小秘诀：每天刷牙时，请尝试单脚站立10秒钟，左右交换。这个小动作虽然简单，却能在日常中随时提醒大脑保持警觉，让您的平衡系统持续被唤醒。朋友们，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最重要的人。您的转发也许能帮助另一位长辈避免遗憾。最后，我必须提醒，本影片仅提供健康资讯参考，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如果您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务必与专业医师或治疗师讨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练习方式。愿您与家人都能走得稳，活得久，天天安心，步步踏实。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见。